喂，原來好多人唔知道刷完牙之後係唔好用朗口水嘅喎。咁根據 NHS 英國 NHS 佢哋官網都有建議咧，其實你刷完牙之後咧係唔建議你用朗口水嘅。刷完牙之後咧，你即刻朗口或者即刻用朗口水咧，係會令到氟化物咧係流失嘅。喂，朗口水究竟係幾時用咧？最好嘅時間其實調翻轉係中午食飯，即係你2次刷牙中間嗰個時間。係唔使刷牙，你就用朗口水。例如我哋嘅 lunch time 食完飯，你會用水朗口噶嘛？咁嗰個時間呢，其實你可以用朗口水去代替嘅。俾一個好好 tips 大家點樣可以有效地預防蛀牙。如果你經常去清牙科醫生嗰度，又話你有新嘅蛀牙，又或者你箍緊牙，無論你箍緊透明牙箍啊，或者係嗰啲鋼釘嘅朋友呢，可以隨身帶備一支含氟化物嘅朗口水。點帶啊？咁大支，有嗰啲好細支裝嘅，或者甚至乎你想經濟實惠啲呢，你買好大支朗口水，但係咧帶一支好細嘅樽仔，自己入落去。你中午食完飯，你就可以拎嗰支漱口水出嚟朗口咯。記住，朗口水含住超過30秒至1分鐘先好吐。呢個中午係2次刷牙中間嗰啲氟化物呢，就可以為你個口腔咧提供一個令到佢防止蛀牙嘅 effect。咁可以 last 長啲 ，OK？ 咁記住啦，刷完牙之後唔用朗口水，甚至乎係唔建議你朗口添㗎，OK？